气象署今仔嘛将对于屏东发布大水河跟大雷公雨的特报哦，小琉球往来东港的船帮过道是停驶咯。业者嘛表示讲会看状况来调整船帮。山区的部分哦，屏东的恒春累积雨量嘛超过250毫米。今仔日屏东哦是停班停课，县长周春美早起嘛其实在扣水池的工程。 船啊海来海去，风影无介好，这是透早旅客对小琉球转去东港的船班，受到西南气流影响，东港外海风影有差不多2-3米悬。东流线业者观察海上的状况，决定9点外最后一班对东港出发了后，11点20回头运送小琉球的旅客回来，就暂时停止载客。30几天是拢停驶，不过业者表示会搁看天气来评估下晡的状况。风浪越来越大，因此我们会在10点以后。 因为为了安全，我们会先停止载运，明天全天停好。因为呢，我们顾虑到是山区大雨，它会把山上的漂流木很大量的冲刷到海面来。中央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，预告屏东规天会有大雨，或者是短时间下大雨。到早起11点，气象署统计，恒春甲车城点钟的雨量拢超过200毫米，恒春甚至有到250毫米。 烦恼雨量会致死灾情，屏东县政府嘛伫昨暝暗时7点外宣布停班停课。礼拜一上班的时候，我们就接到水利署还有经济部次长的来电哦，就是通知我们要提早注意哦，就这2天的豪大雨，那就在7点过后确定说这个雨量哦，降雨量会超过350毫米，那我们安全起见哈，而且大家要一起防灾安全，所以我们就决定了今天停止上班上课。 至早起9点外，屏东雨量有较细，暂时无严重的灾情通报。屏东县长周春美嘛前往3座的扣水池关心工程进度。针对这阵仔持续落大雨的状况，县长嘛提醒民众要随时提高警觉，注意安全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